这段要介绍台语的主音、字音哦，主音。伫这进前咱先来看一寡咱习惯的物件吼。第一个是咱伫华语内底吼，咱用逐个较习惯吼，真细汉吼抄到要变过迄个注音符号。咱有 p， 啊，搁有 d， 甲 t， 啊，搁有 g， 甲 k。即几个伫伊学华语啊，学伫台湾学英语，无学过台语罗马字，无学过白话字的朋友吼，即几个若要叫你用罗马字用英文字要来对应，绝大多数吼，差不多会当讲将近100%的人拢会安尼写。你会感觉即个是 p 合理嘛吼 ？p 即个读 p 嘛吼 ？p 吼，啊，即个迄个 d， 啊，即个读 t， 啊，即个读 g， 即个读 k。到遮为止呢，拢是用华语的角度来看即个物件。但是今仔日咱要学的即个物件吼，你会伫即个所在一直卡掉的。即个所在咱伫台语白话字内底吼，即几发音毋是安尼。我先甲大家简单讲一下。即个读 p， 即个读 d， 即个读 g， 拄啊好拢是去读咱习惯的即个音。啊是安尼吼，咱即个物件，咱今仔毋是要教即个物件，咱教即个物件放互袂记。咱正式来看咱的落音甲清音的即个系统吼。台语内底吼有搁加一个落音，头拄这拢算清音啦吼，送去无送去。咱台语搁加一个落音，什么落音呢？来，我先安尼讲 ，p 甲 p 你知影？啊，台语内底有一个音叫做 v， 我解说互大家听吼。我先甲你讲白话字安怎写，咱加一个母音调比较发较好发。安尼，我先安尼写。伫咧学白话字进前哦，也是你较熟进前，你拢会读毋着。我迄阵当学的时阵嘛是定定读毋着。你会甲这读做巴，读做趴，啊，毋过毋是，即个是巴吼，你的巴的巴，这是巴，这是巴巴的巴。安尼若讲趴咧，咱伫顶一段有讲到一个送去音，迄个 h 迄个音，伫白话字系统内底吼。你只要去加一个 h， 这是 b， 这就是变成 p， 你就送去，所以这就是趴。所以注意哦，对即马开始，这个是 b， 毋是这个 b 吼，这是 b 巴吼，咱的巴的巴，巴的巴，这是趴过的趴。啊，伫遮咱吼，我用英语来记一寡咧吼，大家习惯即个物件。咱以我所知影，咱伫台湾学英语吼。伫中华民国的教育之下吼，咱对英语的发音其实有一寡毋是遐正确的认捌啦吼。像即个大家拢讲啊，这就是 p， 伊就是发 p 的音哦。你学过英语，你就知这就是 p 的音。较有人讲发 b 的有，咱来看卖吼。要讲即个字要哪读？伊是 p 哦，但是你伫即个所在你会发 b 的音，毋相信你读看卖，伊叫 space， 你袂读 space 吼，配对吼 space。啊，佮另外一个嘛共款，即个要安读 spring， 你袂读 spring 吼，你要喷伊到天顶去吼 spring， 无人安尼读，所以是 spring， 伊真正会发 b 的音。所以对即马开始，大家爱放掉英国啊，咱一寡甲咱拔掉迄种想法咯，其实是毋是真完整、真开阔的想法啦吼。尤其伫你若听一寡国家的人因咧读迄音吼，因即个音真正会发足定的，你会讲足定的。你讲啊奇怪，啥毋是拍是爸，因就是安尼读。啊像吼，足侪中华民国的人爱甲要死的 Chinese Taipei 吼，大家咧读 Taipei， 你真安尼看。这嘛台北啊，你嘛定读啊，这嘛要读北啊，你真一定读台北吼，不要紧，你爱配就去配吼，这个我嘛无爱吼。好来，咱转来遮，啊，即组共款，这个物件读的，所以这是打物件打去的打。啊，这个咧他吼，不要讲
烫过的烫吼，迄个就是这音吼，他。啊，你讲一个咧，台语吼，以我所知影，台语无这个音。啊，因为咱台语无这音吼，这音咱袂使晓发，这音是哒，这是哒，这是哒，吼，这是哒，迄足落的哦。啊，迄个音吼，因为咱台语内底无吼，所以好多人咧听这音的时阵哦，会听做个愈软的迄个，会听做拉，就差不多过过啊，吼，伊是哒，啊，但是变拉。这咱伫日语翻做台语的这个过程哦，英语转日语去转台语的几来咧，这大家拢做熟吼，可能无想过。像这个字，这个伫英语内底 driver， 这个 d， 伊伫日语迄个吼，伊是迄个落音，伊是 d， 伊是落来吧 ，d， 啊，但是咱台语的直接翻做落来吧，吼，有印象无？来变成 l 的音，会变成这，会变成落来吧，咱无迄个落来吧，咱无迄个 d 的迄个音。啊，像有人咧讲迄个日语迄个，吼，来少部，啊，你会听足济，迄个好多人会讲来少部，吼，伊会讲来少部，伊袂晓发迄个来，迄个来少部迄个音，伊袂晓。啊，这就是足济即个咧，啊，像迄个啥物500迄条空隙镜簿内底有一个垃圾哦，吼，收音机。咱即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音字，你就变垃圾哦，你就过过啊，吼，咱就无多发即个音，这样就一寡咧。啊，第三组，咱转来第三组，共款哦，即个毋是骹哦，这是骹，骹倒的骹。啊，你若要讲迄个，这是骹吼，骹底的骹。啊，即个牙，即两个音哦，我记一下吼，咱咧讲咬。哦，那高山仔的高，爬上树的高，你是即个高。啊，讲一个人做高吼，讲迄只高做高爬遐悬吼，高做高，迄个高最厉害，迄个是高，毋是高。即两个音你若毋是讲台语大汉的人吼，伫即个发音伊会卡掉，伊会分袂使清楚。尤其你讲即几年时阵，吼什物高啊，什物高吼，迄一个台语迄个迄个算啥？我袂晓讲迄个物件，就是即个发音，伫台语内底有落音个，甲即个清音个，啊，这是咱伫即个所在，甲大家介绍即三组，吼，即三组，爱甲英国这物件放袂记，这是马、巴、拍、打、他、嘎、加、卡，煞来去对加一组哦，这嘛是台语内底有诶。我若安尼写，大部分诶人吼，拢会读叉。吼，咱嘛是对英语的惯习过来。啊，毋过即组我个人是感觉毋知是安尼伊要安尼写啦吼。伊只是读早，吼，接近迄个注音符号即个字早。啊，你若要发即个的音呢，共款的规则吼，加一个 h， 安尼变成叉，安尼变成叉。啊，我是一直咧想讲吼，反正台语也无即个音啦，伊较毋规去安尼写。安尼较简单，即个是早，即个是叉，安尼较简单，啊，毋过无法度吼，毋是安尼写诶。第一位字就是即个系统，伊就是安尼设计吼。这嘛是你爱小可记一个物件，早甲叉。啊，即个物件吼，即个早，即个我诶想法吼，是对遮来，迄个台湾诶原住民族吼，帮早，这是阿美族、阿美族帮早。你即马学过这物件，你就会感觉即个读棒，你就感觉哦，做合理啊，就棒，啊，这就是早吼，比这个较简单诶，就是用我头拄讲诶迄个想法，棒早，安尼真简单，你袂可以读什物胖早吼，毋是胖吼，毋是胖是棒早，这是阿美族因家己诶称呼，所以咱伫即个所在甲大家介绍，遮诶落音吼，遮拢是落音，这拢是落音，啊，遮算清音，无送气甲有送气诶清音。啊，你若有了解即个物件吼，你搁转去看日语，我迄阵嘛是学了，才搁倒转去看，因为我咧家己学日语诶发音时阵，较发觉着啊，原来迄个物件是安尼。以即个来讲吼，你讲这是甲，啊，但是迄种会读卡，我甲这读，歹势吼，这读加2点是落音嘛吼。迄阵我家己拢会读，即个是迄个甲，啊，这读卡。
但是后来咧听因咧录音带咧学诶时阵，也是听人网络顶话讲奇怪，因为有当时教，有当时卡，有当时教，有当时卡男做伙查无，后来才发觉到，因为因嘛有录音，所以即个应该就是对着教，即就是对着教，这是教，这是教，所以遮诶物件若学起来甲英歌会当甲一寡英歌诶物件，你可能感觉足奇怪，想无啥，有诶感觉奇诶物件，了解即套诶即个设计以后，你就会当真清楚去了解到，做者语言内底，然后录音参咱台语共款，你咧发这音诶时阵，你就会感觉足正常这就是肉，这就是白，这就是拍，安尼你咧刷落来，咱咧看白话字诶时阵，甲这物件练好较熟诶，后壁就会较顺。以上甲大家介绍到这。